第24章，毋通嫌善歹人，嘛毋通爱甲因做对，因为因的心计无强暴的代志，因的喙谈论害人的事。厝靠智慧起造，用聪明建立。有知识的人的房间充满逐项宝贝甲贵重的财物。有智慧的人有大能力，有知识的人家天开力。要交战，就有好的策略，参谋济就会得胜。智慧高深，戆人袂了解。伫公共集会中，伊无话通讲。计谋做歹的人，会互人叫做阴谋家。戆人的计谋拢是罪恶，藐视人的，人人厌恶。伫患难的日失胆，气力就减少。人受拖到死地，就家己解救。人得要受害，毋通无救伊。你若讲即个代志我毋知，监察人的心的上帝减袂审判，保全你性命的减会毋知，伊减袂照逐人的所做报应。我的囝，着食蜜，因为蜜是好；食蜜薄滴落来的蜜就栽甜。着知智慧伫你的心嘛是安尼。你若找着，前途就光明，愿望袂无去。毋通亲像歹人埋伏，要攻击义人的家，毋通破坏伊住的厝。义人跋倒7摆，嘛会阁起来；歹人一个拄着灾难，就倒落去。你的对手跋倒，毋通欢喜；伊倒落去，你的心嘛毋通快乐。才免上主看见无欢喜，煞互伊会受气，无临到你的对着。毋通因为做歹人心内不平，嘛毋通嫌善歹人，因为歹人无好结局，因的灯会失去。我的囝，着敬畏上主甲君王，毋通甲反叛的人交结，因为毁灭会对上主甲君王忽然临到恁。因降落的灾难，啥人会知？下面所记嘛是智慧的人的话。审判的时，毋通有偏心，甲有罪的人判无罪，会受正人咒诅，人人厌恶；甲歹人判有罪，会得到正人欢喜。伊会大大受祝福。用公正的话应答，表示真诚的友谊。外面的代志准备好势，餐饭好好种植，才来起厝，成家立业。毋通用无根据的见证陷害厝边，毋通做伪证欺骗人，毋通讲伊安怎对待我，我嘛要安尼对待伊。我要照迄个人的所做，甲伊报复。我经过分大人的田园，无知识的人的葡萄园，看见刺白发甲满满是，草刺惹砍地面，石墙嘛倒落去。我看见就深深想，看了得到教示。搁困一久仔，搁眠一时仔，搁体一下。散车就亲像贼来，欠缺亲像强盗狗。